同年期的首都安卡拉，国营的航太工业公司的总部暂时发生爆炸，现场阁有人开枪，上无上5个人死亡，22个人受伤。同年期的政府认为讲这是一场恐怖攻击，指控是长期甲政府徛对头的柯德族工人动作的。目击者伫土耳其航太工业公司总部停车场外口听到枪声，所来就大爆炸。土耳其政府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案。初步调查研判，真有可能是长期甲土耳其政府对徛的库德族工人党因策划这片的。攻击者伫咧航太工业公司总部办公室，甲炸药引爆，而且开枪。攻击者内底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已经互打死。Bu tür eylemlerle kıyaslandığı zaman PKK terör örgütü olduğuyla ilgili kuvvetli。土耳其国防部23暗时宣布，已经对伊拉克北部、甲叙利亚北部的库德族반军目标发动空袭。根据监视器的画面，迄天至少有2个人伫咧航太工业公司的入口附近开枪，死者大部分是员工，另外有一个是计程车的司机。根据地方媒体报道，攻击者先把计程车的司机杀死，再搁把伊的车驶走去犯案。受伤的人内底有特种部队的成员，也有人伫罗西亚出席金正峰会总统埃尔多安接到相关的消息，讲安全部队已经解除威胁，任何恐怖分子的作为拢无法度达到目的。Bu menfur terör saldırısını lanetliyor. Şehitlerimize Allah'tan rahmet diliyorum. 库德族工人党伫咧1979年成立，目的是透过武力伫咧土耳其、伊拉克、伊朗甲叙利亚各界库德族人因大的所在建立独立的国家。这个党嘛已经互土耳其、欧盟甲美国认定是恐怖组织。土耳其政府对这个攻击进行媒体封锁，国内大部分的所在拢无法度使用社群媒体，嘛呼吁相关的信息都应该删除，请民众唔通转传，拒绝替恐怖主义传播消息。土耳其航太工业是因重要的国防甲航空企业之一。土耳其头一只国产的战机，就是这间公司生产的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